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國際新觀點，我係文哥。今日係7月1號，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9週年，同時亦係中國共產黨成立105週年。呢個日子對唔同人有唔同意義，有啲人選擇沉默，有啲人高調慶祝。咁問題嚟啦，港澳人、海外華人嘅祖國到底喺邊度呢？最近有套潮汕電影《給阿嫲的情書》喺東南亞同台灣上映，引起唔少迴響。因為潮汕人喺新加坡、馬來西亞等地好多，文化輸出自然有市場。但諷刺嘅係，內地電影可以出口，外國電影要入內地就層層限制，仲要改內容。咁創作自由仲剩幾多？電影講到國共內戰期間，海外華人離鄉別井，逃避戰亂，呢段歷史唔少人都經歷過，尤其係1949年之後，大量華人離開大陸，去香港、台灣、東南亞、美國。咁佢哋心目中嘅祖國係邊度？係中國？係中華民國？定係只係一個文化認同？1945年抗戰勝利，新加坡唐人街掛滿中華民國國旗慶祝，海外華人早就有祖國認同。澳門國父紀念館至今仲屬於台灣陸委會，館內仲可以見到青天白日滿地紅旗。好多內地遊客去到都會同我傾台灣民主同社會進步。香港主權移交，有人話係回歸祖國，但亦有人覺得只係主權移交。事實上，中華民國依然存在。南京條約正本仲喺台灣。我爺爺80歲，政權70歲。咁邊個先係祖國？海外華人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，另一邊掛5星紅旗，咁祖國係一個定係兩個？認同中國文化係咪等於認同政權？7月1號有人慶祝，有人沉默，咁祖國係咪只係一種選擇題？喺海外唐人街，仲有人掛中華民國國旗，表達懷念，亦有人掛5星紅旗，表達支持，呢啲都係個人選擇。海外華人、社運人士仲討論中國未來民主化，應唔應該行返中華民國制度？影響力可能有限，但孫中山革命都係由海外起家。我忽發奇想，如果有一套給爺爺的情書，講述1949年主角爺爺同鄉親逃離大陸，去台灣、香港、東南亞、美國，之後避免經歷鎮壓、饑荒、文革、一胎政策。最後主角喺墳前寫信俾佢，感謝佢當年離開大陸，令佢今日仲可以有生活。咁樣嘅故事係咪更能反映祖國對海外華人嘅意義？港澳人、海外華人嘅祖國到底係邊度？係文化認同，係政權，定係一段歷史？7月1號，唔同人有唔同答案。無論係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定5星紅旗，都係一種選擇。最重要嘅係，大家要記得，祖國唔只係一個政治概念，仲係一段歷史，一份情感。呢度係 Inspires HK， 我係文哥，記得幫手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， 令更多人關注支持我哋繼續發聲。遲啲我哋再探討更多嘅社會議題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